这个当你们听得懂吗？不懂。要当干。当下班是当干。哦，加班是当干，下班是离业。这样比较好。下班什么？离业。离业。下班什么时候再来一次？离业。下班第一位。第一。下班是第一，能不能听懂啊？第一，能听懂吗？第一。这个太像了，下边跟甲本有点像。我要说甲本，然后我俩说错了，然后他们就下边走了。下班。